奶奶，这次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真的是西城他自己主动的，我也是受害者。可是他现在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一个人头上。奶奶，你一定要帮我，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奶奶。苏妍希，西城，西城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你故意设计害我，为的就是气走锦溪，你好留在这个家里。我告诉你，别做梦了。我顾西城就算没有女人，也不可能和你在一起。我看见你就恶心。西城，你说什么呢？奶奶，一切都是这个女人搞的鬼，让她滚出我们的家，否则我绝不会饶了她。老方啊，哎，给苏小姐收拾一下东西，让她离开这儿。是。师傅，玛利亚医院。好。方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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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再帮我向奶奶求求情吧！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想离开这个家。苏小姐，顾家的少夫人是你的表妹，不是你。奶奶这个称呼，好像不是你可以叫的。再说了，少夫人和少爷闹了矛盾，都不愿意留在顾家，你又怎么可以留下呢？失陪了。哎，方叔，早知道这样就不该轻举妄动。现在看来，只能让苏妍希和顾西城先做个了断了。病人这2个月一直在我们医院，也没有人过来看护照顾。如果不是住院费用已经交了，我们还以为你不管他了呢。我妈妈在这里2个月了。我也搞不懂你们子女是怎么想的，就算工作再忙，也要过来看看。对不起啊，都是我不好。妈，都是我不好，把你一个人放在这里这么长时间，我还以为贺锦熙真的把你带出去看病了呢。我以后再也不相信贺锦熙了，妈。城南那块地，李氏企业也有意向，出的价格不比我们的低。现在两边僵持着，暂时还拿不下来。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那块地李家也掺和进来了？你干什么吃的？城南那块地，我早就跟你说要拿下来，为什么要等到今天？啊？你是弱智啊？听不懂我说的话？滚！我叫你滚，你都听不懂吗？滚！
什么？你在我们家的附近又看见那个苏妍希了？是。他搅得西城他们两口子都要离婚了，他还嫌不够啊？如果以后再看到他在我们家附近的话，你就报警。是，我明白。老夫人，少夫人她真的不回来了吗？哎呀，这事儿啊，也怪我。当初她表姐来的时候啊，景旭的情绪就不对了。当初要是早点发现，也不会弄成现在这个样。您不必太自责了。不过，少夫人离家出走之后，少爷的脾气可是越来越坏了。不管他，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还不知道呢。他自己做出的事情啊，让他自己负责。如果锦溪不肯回来的话，那也是西城他自找的。哎，也不知道锦溪啊，现在怎么样了？多好的孙媳妇儿！你说，他怎么会有这么个表姐呢？干什么吃的？城南那块地，我早就跟你说要拿下，为什么要等到今天？啊！你是弱智啊，听不懂我说的话，滚！顾西城竟敢这样侮辱我！进来，欢迎。好。哟，给你妈擦脚呢。对呀，前段时间我看你总不来看你母亲，我还以为你对老人家不关心呢。现在看来你对你妈妈还挺好。前一段时间太忙了，一直脱不开身，以后不会了。哦，对了，苏小姐，哎，这个月的护理费该交了，你有时间过去交一下费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谢谢啊。没事儿。顾西城，你个王八蛋！我不死，敢这样对我，死定了！服务员，给我酒，给我酒！哎，美女，美女，我陪你可好？先放倒我再说。